来到在地经营30档茶饮店的起家厝，无分男女老幼，一早有济人排队，希望领上新的酸雅饮料来试滋味。尝鲜刚好现在是芒果季啊，就想说来尝鲜看看。排了多久啊？没有多久，大概9点45那边来排，没有等很久。这杯饮料其实真无简单，主要是在地茶饮企业成功以后，持续帮助农民销售的通路，也个要结合生物科技、快速冷冻的技术，才法度保留台南爱文上鲜上甜的好滋味，同时解决产销无度平衡的困境，也才预估到年底将50吨的销量。我们希望在年底能够至少达成50吨的用量。大概在2万杯左右的用量这样子，然后透过他们的这种新鲜的突破的技术，一定可以达成这个市政府交托的这个那个重托，然后让消费者消费到最好的芒果，能够让这个芒果的产品呢香芒格格，能够整个在全省呢中年来供应。那这样对整个产地的芒果的平衡呢机制呢，这个不会失衡。所以呢，我们冠南今年大力的收购，收购了大概300吨的量，那能够让整个价格趋于平稳，不至于崩盘。所以今年的芒果还是算是控盘成功了哈。在地企业的合作研发，除了好民众一档数据拢当啉到台南爱文的滋味，其中有一条嘛出席见证茶饮企业甲生物科技公司双方所签署合约，承诺以后产品将优先使用台南在地农产蔬果，共同推广到全台甚至进军国际。会长嘛因为茶饮企业30岁生日，市长就大心安排庆生，嘛亲手用黄金比例来调制酸雅入各家的新口味。透过冠南科技，能够把这个芒果它的寿命可以更延长，透过它的新的冷链冷冻的技术，那能够长期冷冻，而且能够保鲜，1年4季都可以吃得到。另外，透过茶之魔手它的一个香芒格格所做出的芒果饮品，我相信非常的可口，非常好吃，一定能够受到大量的消费者的青睐。也才预估全台湾500间门市，一档将使用10万斤的爱文，打破季节的限制，成为今年冬天拢供应的好滋味。台湾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